大家好，我係 Alex 啊。咁今日咧會同大家嚟講下咧，我哋嘅服務之一就係揾錶呢一個程序啦，同埋咧佢究竟有邊5大保障嘅。咁今日咧喺開始之前咧，先嚟簡單介紹一下我嘅資歷啦。咁啊，第一樣嘢要同大家講嘅就係，我係香港而家同一時間擁有瑞士 FHH 最高級別專家資格，同時擁有國家名錶鑑定師資格嘅一個手錶商家。咁啊，而家買錶咧，好多時候我哋都需要去行唔同嘅鋪頭啦。如果第一間冇嘅時候，你又會去第二間、第三間、第四間啦。咁啊，與其咁麻煩啊，不如就直接揾我哋啦。無論你係喺 Chrono24見到啊，海外網站見到啊，譬如 eBay 等等，定還是啊你喺任何嘅平台見到一隻錶款，你只要將你嘅錶款嘅型號啦，或者圖片咧 send 俾我哋咧，我哋都可以幫你揾到呢一隻錶嘅貨源嘅。咁好啦，之後咧就要嚟講揾到我哋揾錶呢一個程序入邊咧，究竟有邊5大保障啦？咁啊，第一樣嘢咧就係100% 嘅真品保證啊。咁呢一個咧就一個好基本嘅要求嚟嘅。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咧會揀選咧最優質嘅狀態嘅手錶先至會賣俾你嘅。任何次貨啦，任何嘅有花崩嘅錶啦，咁我哋都係唔會賣嘅。咁如果大家咧有嚟睇過我哋咧現場嘅二手貨品或者寄賣嘅產品咧，你都會知道咧，我哋本身個要求咧個 standard 係 set 得好高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花崩啦，或者個狀態唔好咧，我哋都係唔會賣嘅。咁跟住咧第3個保證係乜嘢咧？第3個保證咧就係我哋會嚴格按照瑞士嘅標準咧去做一個售前檢查。咁呢個售前檢查咧包括以下幾項。咁啊，第一樣嘢咧就係走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偏振啦。第3咧就係擺幅啦。咁啊，第4咧就係防水啦。而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有冇一個盜竊嘅記錄。另外咧就仲有外觀。咁我哋呢啲嘢咧都會 check 得好清楚嘅。咁一般而言咧，可能有啲物底嘅錶咧，我哋未必會即刻打開個蓋去睇入邊係點樣噶嘛。咁呢啲嘅情況我哋都會 check 得好清楚。譬如啦，究竟甲板有冇花痕啦，或者盤面咧有冇一啲暗位係會有一啲譬如生鏽啊，或者劃痕嘅情況啊。咁呢啲嘢咧都會 check 得好清楚嘅。咁呢個咧我哋第3大保證。咁啊，第4樣嘢咧就係售後保障啊。咁我哋咧會提供咧一隻錶3個月嘅保固嘅。咁即係話咧一隻錶咧有陣時咧佢未必咁快去顯示得到一隻二手錶有冇一啲暗病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哋會有3個月嘅時間咧去提供一個免費嘅保固嘅。咁當然啦，呢個保固咧係唔包括外觀嘅崩花。一般咧一隻手錶咧，假如佢真係通過呢一個走時、擺幅同埋偏振嘅檢查之後咧，佢係數據正常嘅，但係佢亦都有可能咧暗藏一啲暗病咧、結構性問題咧，係未必咁快展現得到嘅。咁但係咧有3個月嘅保障咧，你就可以好肯定呢隻錶咧究竟係會唔會有任何嘅其他問題。咁啊，我哋亦都提供一個服務咧，就係進行呢個售前保養。如果你願意去花一個優惠價錢，然後咧去做一個售前保養嘅話咧，我哋喺售後咧亦都會提供12個月嘅保固嘅。咁咧係盡量去保障翻顧客嘅權利。咁啊，最後一點咧就係一個信心保證啦。咁我哋開台以嚟咧已經超過12000個訂閱啦。我哋嘅 Watch Club 咧亦都有超過1200個會員嘅。咁即係話咧，其實有大量嘅一啲實際例子咧，去支持咧我哋賣錶咧係用一個非常之高嘅 standard 嘅。咁所以咧，大家咧揾我哋買錶咧就絕對係可以安心。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去 join 我哋 Watch Club 咧，咁就可以咧去睇一睇呢度上面咧有個 QR code 啦，亦都係一個聯絡我嘅手提電話嘅。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簡單嚟講咧，就係而家買錶仲使乜頻頻撲撲啊？有專業可靠嘅辦法咧，同埋流程咧，就可以幫大家買到好錶啊！咁好啦，呢度 HK Tech 個參考 Alex 啦，咁我哋咧下集再講，拜拜。